哎呀，包包它是小公象，然后它喜欢女的，它要慢慢按屁股；但是男的不喜欢，它要搞笑、开玩笑一回的。包包过来按头一点来，头一点轻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啊，现在过来了，你喜欢哪里？快来猜，脚手快来猜屁股了。啊，中校一个包包，口味不得按我的口味，中校弟子拜拜你了。OK， 美女坐起来了，坐起来，他帮你戴帽，还没结束，看现金手机那边就好。美女坐，啊，美女坐，放那边，看手机那边。慢慢戴来，包包戴帽子了。安头。啊，捡起帽子嘞，可以了，包包。最后还有给他抱你了。最后你要亲那里，喜欢女的轻点哦。哇！谢谢美女，继续脸那边得睡过来。